大家好啊！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對美股方面嘅最新觀點。咁美股方面暫時嚟講咧，就去到高位，咁本身係6986點嗰啲水平。距離我嘅目標方面7000點咧就好近㗎啦。根本上其實嚇，爭14點都唔夠。咁但係未來方面嚟講咧，2026我覺得係可以攞8000點作為目標嘅。其實嚇，主要原因首先一樣嘢就係本身美企嗰個業績咧，近期出嚟嘅都係比起市場方面預期要好。大概標準普爾500指數裏邊嘅企業咧，有81% 嘅股份啦，咁其實都可以逼到市場方面嚟講嗰個 consensus 嘅。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咧，亦都嗰個經濟數據做得非常之好。咁例如好似個 PCE 數據咁得2.8，咁其實就雖然啦未去到2，咁但係都喺個 downtrend 慢慢地，咁其實都可以。咁因為講緊大家知道啦，個關稅咧已經令至到個物價升咗好多，咁但係大家都係好似唔係好敢上調翻啲經濟數據咁樣嚇，咁所以有啲樹係對於投資市場嚟講，咁可以叫做有一個比較利好少少嘅印象啦。其實嚇，咁再加上咧 GDP 方面嚟講，居然美國都可以上到去4%樓上啦，咁都係一個比較好嘅數字嚟嘅。咁其他方面嚟講咧，就除咗通脹啦，咁大家見到嗰啲嘅 PMI 數據又好，咁又或者佢哋方面嚟講，就啲嘅即係未來方面嘅貨幣政策都好啦，咁其實都係傾向於寬鬆嗰邊嘅。其實嚇，咁喺資金流方面比較暢旺嘅時候咧，咁美股咧，咁我就預計啦，今年8000應該唔會好大問題。咁而另一方面就本身如果你話個股方面嗰個嘅部署上邊咧，咁近期 MU 咁即係其實美光科技咧就做得比較好啲。咁暫時嚟講咧，你問我到底咩位置方面嚟講可以食股或者甚至乎上車咁樣咧？暫時佢仲係好似隻即係講緊係紙鷂咁樣不斷喺天上邊喺樹尋緊新高咁樣。咁最新其實講緊都上到去397蚊呢啲水平㗎啦。其實未來方面嚟講，我預期佢仲可以再上。咁而本身嚟講，到底喺可以升到幾多咧？咁樣咁其實好籠統咁計啦，就403蚊應該都未必係一個好重要嘅阻力。咁因為近期睇見啲 RAM 啦，咁其實都係不斷創新高。咁而如果係台灣相關產業咧，又或者講緊南韓相關產業啦，咁其實講緊啲企業咧，啲業績好到不得之了。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咁投射翻到落去美光嗰邊嚟講咧，都冇理由差嘅。其實嚇，咁所以其實未來方面你見到好似琴晚咁為例啦，咁叫做曾經叫做低開過，咁但係咧轉頭咧都好似做緊個講緊係蜻蜓嘅十字星咁樣嚇，咁即係意思係咩咧？咁跌過落去，但係都係以翻全日高位收市咁樣，咁可想而知嗰個嘅堅挺程度啦嚇，個韌性有幾高咁樣，所以變咗嚟講咧，如果你見跌嘅話咧，都已經可以係一個趁低吸納嘅機會咁樣。希望大家喺投資市場上面順風順水，咁多謝大家收睇，拜拜。